感謝你返到嚟慈心自己呢個練習。喺我哋開始呢個練習之前呢，想邀請你揾一個安靜唔會被打攪嘅地方。如果可以坐低嘅，就坐低做。因為呢，喺跟住落嚟嘅時間，我都會建議你全程合埋隻眼去做，因為咁樣會令到你更加容易去集中同埋幻想嗰個影像嘅。好，當你準備好之後呢，我哋而家可以開始練習。首先，請你將注意力放喺自己嘅呼吸嗰度，留意自己嘅呼吸起伏、快慢同深淺。我哋唔需要去改變佢，只係需要去觀察而家嘅呼吸節奏，專注喺此時此刻嘅呼吸，或者呢個腹部喺呼吸嘅時候嘅起伏。如果分咗心嘅話都唔緊要㗎，呢個好正常。我哋只係需要溫柔嘅將個注意力拉返去身體上面就可以㗎喇。非常好啊！而家呢，請你以自信嘅姿勢坐好，將你嘅膊頭微微向後拗，挺起胸膛，條頸呢同個背脊係成一直線嘅，個頭微微向下，唔會耷得太低，亦都唔會昂高。感覺呢，你雙腳好似有樹根生出嚟咁，用力嘅抓實地面，令你覺得自己好穩固，好似一棵經歷風雨但係仍然又立不倒嘅大樹咁，深深扎根。然後又請你保持微笑，但又放鬆面上面嘅肌肉，配合埋你最適合嘅呼吸節奏。等你每一下呼氣都提醒自己嘅身體同思想都慢落嚟，每一下呼氣都俾自己嘅身體同思想都慢落嚟。好，當你覺得個人開始平靜落嚟啦，我哋可以開始幻想一位有慈心嘅自己該有嘅特質。首先呢，有慈心嘅自己，佢係充滿智慧嘅，佢對人類嘅苦難本質有好深刻嘅理解。佢知道我哋生命入邊經歷過好多困難同痛苦，佢又知道我哋嘅痛苦呢，好多時候都係嚟自我哋原始腦同演化腦嘅衝突，所以好多諗法同情緒都唔係我哋可以輕易控制嘅。而且有慈心嘅自己都知道，好多嘢我哋都冇得揀嘅，例如我哋嘅成長背景、屋企、基因、際遇，好多塑造我哋嘅嘢，其實都唔係我哋自己可以選擇。除咗智慧呢，慈心自己都好有勇氣。佢面對任何嘅困難、情緒或者係狀況，佢都好有力量，好踏實，唔會走咗去。而且慈心嘅自己都好願意為自己許下承諾，會永遠嘅照顧自己，去減輕痛苦，同埋幫助自己。而家呢，想邀請你去想象眼前嘅你呢位，就係嗰位有智慧、勇氣同承諾嘅慈心自己。你可以望下佢嘅坐姿或者係站姿，佢係充滿自信嘅，佢嘅表情亦都好友善，又會用一把好溫柔同好關懷、好照顧人嘅聲音去講嘢。我哋望多佢一陣，感受下佢帶畀我哋嘅感覺。然後當你覺得準備好嘅時候，你可以幻想
自己要進入呢一個慈心嘅自己嘅身體入面，然後幻想自己而家成為咗嗰一位慈心自己，喺條街上面行。請你而家呢去留意一下，同感受一下，以慈心嘅自己呢個角色行嘅時候，你嘅感覺係點嘅呢？你係點樣散發住嗰一份智慧、勇氣同承諾㗎？你嘅表情，你行路嘅姿勢係點樣有自信而又好友善嘅呢？而家你作為慈心嘅自己，你嘅內心感受係點嘅？如果而家喺條街度突然之間撞到一位好多年冇見嘅好朋友，你會畀咩反應佢啊？非常好啊！我哋呢繼續去行，繼續沿住條街去到個盡頭，行到去嗰個位，你見到嗰一位平日嘅自己喺你眼前。作為一位有智慧、勇氣同想減輕痛苦嘅自己，你望到嗰一位平日嘅自己嘅時候，你有咩感覺啊？嗰一位平日嘅自己，而家望到你呢位慈心嘅自己，佢又有咩反應啊？而家你用住呢一個慈悲嘅眼睛去望住佢，你嘅感覺係點啊？日常嘅嗰位自己，佢又而家有冇啲咩表情啊？而家我哋嘗試用一個自信嘅姿勢、友善嘅表情同溫柔嘅聲線，向住嗰位平日嘅自己講以下一番說話。我哋對住佢講：願你平安，願你能夠度過生活中嘅困難同掙扎，願你快樂。請你留意一下，當你將呢個祝福去送畀自己嘅時候嘅嗰個感覺。有啲人呢會覺得用我唔係你，有時會更加有幫助嘅，所以我哋又可以試下呢一番說話，望住平日嘅自己，同佢講：願我平安，願我能夠度過同忍受生活中嘅困難同掙扎，願我快樂。呢個練習呢係冇分啱定係錯㗎，只係需要用住你覺得最舒服嘅方法去做就得㗎。當你祝福完平日嘅自己之後，而家你作為慈心嘅自己，你仲會唔會有其他嘢想對住平日嘅自己講㗎？或者有啲嘢想對住佢做？有啲人呢會嘗試去同嗰位平日嘅自己去擁抱、攬下佢。有啲人呢就會想用一啲肯定性嘅句子去支持佢。而家我哋試下揾一個大家都最舒服嘅方法啦。好，我哋呢即將結束呢一個嘅練習。當你覺得差唔多嘅時候，你可以慢慢將個影像去淡化，然後返到嚟此時此刻嘅呢個空間嗰度。你可以留意返你同張凳接觸嘅嗰一點，然後當你覺得準備好嘅時候，再慢慢擘大眼，伸展一下身體，然後去祝福今日你度過嘅時刻，每一刻都希望對住自己有智慧、
善良、關懷嘅，會去照顧自己，每一刻都會嘗試畀嗰個慈心嘅自己多啲出嚟。願我平安。